二空眷村是一个台南悠久的历史眷村，我们非常希望这个文化园区能够尽速的完成，也能够让老一辈跟我们2代、3代回味我们眷村的以前风光的时代。二空新村哈，它主要是空军的眷村。那呢，这个眷村是空军自己建设的一个眷村，所以我们希望保留原始眷村哈，空军眷村的那个味道。空军哈最原始的一个象征，就是因为它是空军，所以它的房子的油漆一定是蓝色的，天空的蓝色。为了让这些眷村的朋友们，大家能够重回这种眷村的文化记忆，所以这个地方也保留了很多的眷村聚落里面的这些巷弄。那虽然有一些围墙拆除，但是其实还有保有眷村的那种文化的纹理在。那另外就是整个空间里面，其实有18栋的老房子，那也做了局部的一个空间的解构，让未来的空间再利用上更好。所以未来这个地方会兼具眷村文化的保存，那在地居民的休闲，那以及非常重要的一个眷村文化的观光来做使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仁德区二空新村原住户在民国98年至100年间陆续迁出，以清空的眷舍环境常年无人居住，管理不易。为了维护环境治安以及保存丰富的眷村文化轨迹，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编列经费规划设计，将二空新村重新打造成半户外休憩空间，修复既有眷舍，并置入新的机能，成为居民生活场域的一部分。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二空眷村修复以及文化园区的一个动土。那我们可以知道，二空园区这二空新村就跟我们台南市好几个眷村一样，是一个改建之后却是很多人情味浓浓的地方。那我们希望保留眷村文化，也希望眷村文化在台南的多元文化中间扮演重要的一个地位。那过去我们有水交社文化园区的这个设立，那我们现在二空文化园区将来一定能够把水交社文化园区中间好的保留下来，而且更发扬光大，能够将来不仅在市民朋友们我们当地的市民以及来自外地甚至外县市的朋友们来到二空，就更了解到当年的文化，而且喜欢上眷村文化。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14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每一天无法度处理的垃圾高达450吨，所以只会当基台城西3期掩埋场，加上其他掩埋场活化以后，会当解除垃圾危机。另外，城西焚化炉经新计划，嘛完成招标预约当中。议员郭清华伫总质询，都要求爱做拿活化成环保工程，并且争取当地6间学校的营养午餐等回馈金，预估爱有3200万。根据环保局资料显示，台南包括永康甲城西2座焚化炉的垃圾处理量大概1350吨，不过因为也需要到处理事件废弃物，才会有缺口，形成所有的垃圾危机。不过议员郭清华表示，除了城西3期掩埋场的活化再利用，加上新炉的更新案，渴望解除危机。伫总质询嘛进一步希望参照台中后里的环保公园同款来规划责任弥补地方，将冲击降到上低。来，这块土地咧，人工咱希望会当来做公园，来做责任，来做。想规划就是要做富裕啦，富裕成一个绿化的对吧？是啦。你要富裕啦，富裕的过程是
足侪款。复育的过程，恁粪扫伫个骹面，恁顶悬嘛会当复育。啊，本色咧，甲恁讲的就是讲，遐所有吼，所有的粪扫拢爱挖起来，吼，咱搁啊囤新土落，啊顶悬较来做即个迄个。这责任，还是来做工，这活化起来，会当变成像台中这个环保公园安尼啦。议员进一步强调，城西焚化炉的更新案，目前正甲特别委外磋商进行为期2个月预约过程，所以要求环保局严格落实招标的条件，同时争取包括周边6间学校营养午餐等地方的回馈金。初估要增加到3200万来捍卫社会正义。台南新闻阮及杨顺怀采访报道。4年前，由台南市教师会甲教师产业总工会联合推荐的议员柯友林，每一届伫总质询拢会积极争取教师的权益。另外，伊嘛借着质询的机会，大力推荐规人的肉粽甲包仔店美食，希望所有官员保重。顺利留任，继续打拼。议员柯林表示，虽然伊4连霸得到台南议会观察联名，并甘为优质议员，不过伊在意的也是4年前由台南市教师会甲产业总工会联合推荐的身份，所以伫总质询当中，积极为如何提升台南优质的教育来建言，包括协助教师签订团体协约，来保障教师工作等权益。将团体协议来签订，保障师生的工作、老师的工作权利，安尼会使袂？其实回到实质，还是你感觉讲，你的讲会当还袂当？实质最重要了，实质最重要，所以没有制度不要紧。因为很多都是法令规定。我认为制度比较重要，实质是另外一回事。可以讨论。那实质以公价处理会务、客户治理、家己出钱，这个代志嘛袂通。好，薪水是照给。另外就是说，薪水照给啊，你若客户治理，家己搁出钱，薪水就会扣起啊咧，对无？劳工局长不当劳动行为处理一下。台南成为美食之都，虽然今年米其林指南咱44间餐厅无一间入选，不过议员柯友林强调，以桂林美食为例，拢是伊心中的米其林，所以将当地肉粽加包仔送予所以及主管来品尝。除了希望协助公所行销，嘛希望鞭策所有小类个拢有信心伫市场连任以后，继续留来打拼。不过会中问起官员敢有信心留任，多数拢唔敢表态。台南新闻阮及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县市合并以后，加上南科台积电等效应，造成房价一直起。议员蔡素秋金伫总质询就表示，连大北门区域嘛共款得起，所以除了要求市府爱想办法解决高房价问题以外，嘛要求伫大北门区爱兴建社会主体，来照顾弱势，实现巨大正义。加保认真的议员蔡素秋金发现台南高房价问题严重，连伊徛起的大北门区，也就是过去弱势七股、嘉义、将军、客家、西港甲北门这6个区，现在房价共款直直起，互少年人欠钱买厝的梦愈来愈遥远。伫总质询当中，都要求市府彻底提出解决办法，嘛具体提出嘉义大安段815地号，不得使用已经20栋的公有地来起社会主体。本身要建的就是咱的这块地，就是咱的咱的嘉义区吼，6安段815地号吼，伊的面积3034平方公尺嘛。因为这块地拄啊伫咱嘉义区的都市计划内啦吼。伊向东吼，就是对麻豆去；向西对七股；向南就是对西港；向北就是对客家。所以就是这交流道啦吼，马道交流道实在讲嘛是交通真方便的所在吼。而且荒废20年，在那里没有再活化了啦吼。因为坑20当底下发草啊吼，当初有这个做绿美化，现在吼又草啊都已经发一堆啊啦吼，所以本色要来选择这个地点。来去问咱市政府来做参考啦。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列入我们后续的评估啊，然后也会到现场再去勘查。
为了实现土地正义，和少年人起价是大人用脑。议员这4天内已经具体建议这公有地活化。另外，会中伊嘛积极争取伫嘉义设立大北门艺文中心，伫7股兴建大寮景观公园，以及将军古马山到渔港再造电工程来争取选民认同。台南新闻军及杨顺怀采访报道。春和剧团年度大戏《魔法阿嬷》，因为疫情已经延期2届，克服各种的困难，总算要甲台南的民众来见面。演出的阵容除了团长郎祖云、赵自强甲郭子乾以外，台南定位豆妈一个角色，佮邀请到棉花园的小段孙思文来演出。龙祖魂一心道书装扮，这毋是咧掠鬼，是春和剧团所制作的舞台剧《魔法阿嬷》，因为疫情2度延期，总算要伫咧10月1号伫台南文化中心演出。演员阵容豪华，台南场更邀请到棉花园天地团当家小段孙思文演出。剧情不但保留漫画版本的故事背景，更结合现代题材做改编。所以我们这次做了一些改编，把它放成青少年，就是城乡差距，然后呢，这个隔代教养，很多的问题都放在里面。还有现在台湾其实还有个问题是单亲家庭特别多，把这个情况都加之在一起，它就会变成跟原来的魔法阿嬷不太一样。可是它又有原来魔法阿嬷的精神存在，祖孙之间的感情，然后台湾的民俗。本来我是很大量的台语，但后来发现很多观众听不太懂。所以我就变成文英阿姨那样的台湾隔离了哈啊！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戏呢很接近我们台湾的一个本色，所以在里面阿嬷会讲很多的俚语。这摆的舞台运用4G 科技导演技术，甲未来式互动艺术合作，伫剧场空间打造放水顶的场景，设计邀请观众参与，更甲舞台顶的每一个场景做到逼真的效果。卡通你可以天马行空，可是你到了舞台上，你要怎么样让金鱼飞？你要怎么样让鬼魂出没？哇，虽然有我们有投影，但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个投影变得非常的立体？尤其是大家看起来像总明刚刚讲的，因为现在技术的进步哦，那当然相对的经费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在台上就呈现了一个几乎是3D 的状况。魔法阿嬷改编自台湾经典漫画，剧场版本除了保留文英阿姨创作的风格。更伫咧龙祖魂的传说之下，将带领大家回忆当年，民众会当到台南文化中心网站查询相关资讯，欢迎大家到场入去剧场看戏。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香喷喷的月饼出炉了，不管是栩栩如生的兔子，还是印着中秋团圆字样，怎么看？它就是月饼，但其实这是尽心设计，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特别推出的手工皂月饼礼盒。依照不同客户需求搭配，选用国外进口、有 SGS 认证的天然精油皂基，每颗都是下定才制作的复方皂，让手里的人既不会造成体重负担，用了还能滋润皮肤。我们经济基所调配这个月饼精油皂比较特殊，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皂的设计是用途是做洗脸的，还有洗身体的。那用在洗脸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像这个上面有一种姜黄跟藏红花，跟这个香茅是比较属于混合性肌肤，而且混合性肌肤有些是皮肤比较偏干。那偏干的话，我们的里面的皂基就会添加一些天然的氨基酸，让它洗完保湿以外，还能让它滋润一点。那一般的皂呢，他们就洗完可能就是保湿而已，可是等一下就变干了。那但是我们的皂不一样哦，就是洗完之后，它就是因为是复方的关系，所以它可以发现，就是他们发现他们的精油皂的一个滋润跟保湿的一个功能。那洗身体的话，它会针对皮肤等一些去角质，跟皮肤我们形成长期这样洗精油皂，其实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皮肤再形成一个保护膜，增加一个保护力。那洗一般的皂当然不行，洗一般皂你如果干涉的话，就是清洁而已。但是你可能还要再抹一下乳液啊，做一下保湿。要不然你在冷气房下的话，你会觉得哎怎么那么干，很不舒服。那如果太干的话，我们皮肤如果一晒太阳，其实会痛，因为没有保护膜了。所以精油皂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受到市面上那么
喜欢那么多人喜爱，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性有比较贵一点，但是它的功能性真的比一般我们清洁皂好很多。除了月饼造型，静心也会根据客人需求，协助寻找不同的模具，让手工皂造型多变，不同节日都能有订单上门。其实都是客户的需要，我们再去帮他们找这种模具来帮他们做。那做的时候，我们像现在目前南区区公所他们现在最近的父亲节有颁发，有要颁发父亲节的活动，所以说就订这个按摩皂，他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跟一般的皂比较不一样，因为他拿回去就可以这样洗一洗，起泡之后可以就这样子做按摩，很舒服。然后这也是一头皂底的，就是说头部也可以洗，脸也可以洗，身体都可以洗。好，所以我们很多皂有的是一皂到底的，一种是只有洗脸部的，洗身体还是有分开。好，所以我们有做很多像这些造型的部分，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你喜欢海洋系列啦，你可能比较缺能量啊，那我们就跟客户问啦，你如果比较缺能量不足，皮肤比较暗沉，那我们就用海洋系列啊。那如果说我想青春一点、冻龄一点，那我就用玫瑰的啊。好，那我想说我要更有活力，还要更有杀菌功能，不要避免蚊虫咬伤。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像这个姜黄啦，还是我们的香茅的部分下去调在一起使用。天然精油皂基只要经过加热融化，搭配模具的使用，就能跳脱传统肥皂方正的造型，让消费者爱不释手。看看这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蛋糕，恨不得能全部带走。未来过节烦恼，到底该送什么礼盒，才不会让对方吃下太多热量？手工皂礼盒或许是个不错的新选择。这位60岁女士少年的时阵受伤造成腰椎弓骨折，因为患了传统手术的空喙单，一直无愿意去治疗，结果长期拢腰酸背痛，甚至脚的麻痹无力。最近医师伫微创脊椎内视镜的帮助之下，用几个1公分的小空喙进行手术，已经解决患者脚麻无力的症状。生老病院最近一项病例，一位60岁左右的陈女士，伫少年时两骨受伤骨折，无去治疗，一直以来两骨拢是呈现歪歪的状况，而且腰嘛酸痛，脚嘛麻麻无力，生活品质也无好。虽然想要治疗，但想着要伫两骨的部位开刀，互陈女士唔敢落决定，就安尼一直过了真侪冬。后来接受新老病院骨科杨瑞明医师的建议，决定采用微创脊椎内视镜的帮助来治疗。这几年的脊椎内视镜进步非常的多，但是以往来说，只能说去夹取一些多余的组织，压迫神经的组织，那是以前能做的事情。现在的话，我们更可以去做一些脊椎融合。我们在说，不管是打钉子，做椎间融合器、供足啊这款代志，这些在现在的脊椎内视镜也可以达成，而且可以用一个更安全，然后更清晰的一个视野去做处理。以往是器械是没有办法帮我们深入到这个脊椎里面的，那现在因为器械的进步，那技术的进步，那发现了一些新的通路之后，我们就可以从一些安全的通道，把这一些的植入放到我们身体里面，而且减少更多的软组织破坏。微创脊椎内视镜不但空喙较小，处费较少，恢复嘛较紧。参像这位陈女士伫手术2天后，就当路程行动，而且腰也袂酸痛，脚也袂麻。以传统手术来说，一个脊椎融合手术啊，它的失血量会非常的大，莫约大概700-800到2000以上都会有存在的。那在现在这样的手术呢，因为它的止血效率好，那在这种处理的状况之下，它失血的状况大概只会有100到300 cc 而已，这非常少的一个失血量，而且因为破坏非常的少，所以病人基本上是开完刀之后2天到3天内大概就出院了。那在这种的巨幅的进步之下呢，也连带让病人啊后面的这些的肌肉复健啦、运动
都可以很快的进行，那也让他们的恢复一般的生活自理。现在我们医疗不只是要安全，更要讲求舒适了。杨医师表示，在正确诊断甲手术信任症之下，病人会当大大受惠于脊椎手术。而随着脊椎微创内视镜手术的问世甲发展，大幅降低手术并发症的发生，减少健康组织的破坏，防止手术后组织粘连，降低术后痛痛，让复健更加轻松。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这位38岁女士是一间外商公司的主管，因为工作压力造成忧郁症。精神科医师为伊调整过几若解药啊，毋是食了有副作用，就是效果无好。后来伊为高雄到奇美病院看诊，病院决定采用上新 rTMS 来做治疗。画面上这台参像是气科利用机械。其实是精神科治疗忧郁症的治疗仪器 rTMS， 原理是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将电流经由头顶特制金属线圈产生感应磁场，对大脑皮层进行刺激，就此改善忧郁症状。这套技术也是台湾目前治疗重度忧郁症的新选择。重复经颅磁刺激术简称英文叫 rTMS 那目前来讲，在台湾是核可于中度忧郁症的治疗。那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忧郁症的人还不少了那忧郁症严重的话，大概工作、学业都有问题，甚至会有伤害自己、自杀的情况。每天急诊其实蛮多这种病人那其实我们知道，忧郁症传统的治疗是药物加上心理治疗。那药物的话，有些人吃了会觉得效果没有很好，或者是有副作用，或者是甚至就是觉得反正就不太想吃药了那这样会造成这个整个治疗效果没有办法达到完全。那针对这样的病人，比如说他治疗效果不好的，或者是他不太想吃药，或吃药之后副作用没有办法忍受的话，这个 rTMS 经颅磁刺激术就提供另外一种选择。但也不是所有的患者拢使用这台机械。黄龙镇博士提醒，参像是癫痫病史、酒瘾有瘾者，有安装心率调节器、电子耳钉，拢无适合采用这种治疗方式。假设你有癫痫的病史，假设你现在有一些人工的电子耳或者是心脏节律器这个就不行，因为它这个经由磁力嘛怕会影响到你这个功能那另外，假设你有其他的比较严重的身体的疾病或精神方面的疾病的话，也不太建议比如现在情绪很不稳啊，或者现在整个比如说你有比较严重的脑部疾病啊这个就是风险比较高了那另外，假设严重的药酒瘾也不太适合这样。奇美病院心灵精神科主任黄龙正表示 ，rTMS 重复性经颅磁刺激，一个疗程总共有10届，治疗过程中袂痛，副作用相对嘛较轻，是治疗忧郁症除了药物治疗以及心理治疗以外另外一种新选择，但目前并无健保给付，需要自费。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9月1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